奇門遁甲嘅四害入墓係最為深奧嘅，因為入墓同入庫係好容易混淆。一般嚟講，得月令為入庫，失月令為入墓。入庫係代表暫時儲存，例如天干卯係代表財，咁財入庫就好比錢存咗喺銀行度啦。又或者係長線投資，當時機到啦，咁啲錢就會連本帶利攞返嚟啦。但係得月令者都要注意，當大運流年不利嘅時候，例如當八字遇到傷官見官，咁就係屬於破咗格㗎啦。例如當八字遇到梟神奪食嘅時候，咁亦都係屬於破咗格。八字破格亦都會由入庫轉為入墓㗎。失月令入墓係代表自身嘅能力唔夠強，就算墓庫被打開，但係因為發揮唔到應有嘅能力，咁事情就難以達成啦。所以失月令者最好係能夠加強佢本身嘅力量。點樣加強？例如當八字係以金水為喜用，咁瞓覺嘅床頭最好就係朝向西北。白色係代表金，黑色、灰色、藍色係代表水。咁衣着、床單、汽車甚至家居設計，用金水顏色就較為有利啦。亦都可以按八宅風水學瞓喺天醫位，係有利健康同貴人㗎。另一種加強自身力量嘅方法就係念經，因為念經係可以平衡心態、改善際遇。有信仰嘅就念佢信仰嘅經，冇信仰嘅就念自己創造嘅經。經文長短係隨意，但係必須要正能量。例如請賜我嘅親人健康平安，請賜我慈悲心，夢想成真。寫低你嘅願望，每日念一次。萬物唯心造啊嘛，心誠就靈㗎啦。天干入墓庫代表宮位裏面所有嘅參數都受到影響。八門入墓庫只係影響該宮位嘅門，其餘不受影響。門代表人，唔同嘅門代表人有唔同嘅運。九星入墓庫只係影響該宮位嘅星，其餘唔受影響。請注意，九星係唔論入墓或者係入庫嘅，只係睇月份嘅衰旺。星係代表天時或者係大環境，衰係代表大環境唔好，旺就係代表大環境好。入墓庫呢係代表被困，而被困呢一般係有三種。第一種就係身體被困，例如生病困喺醫院，又或者犯法困喺牢房。第二種就係情緒被困，例如生離死別、失戀破財、學業退步或者係被人欺負。就算呢個人嘅身體健康又自由，但係因為入墓嘅關係，咁佢嘅情緒就好容易俾唔開心嘅記憶反覆困擾。又例如公人干入墓，代表呢個人平時笑臉迎人，只係有陣時，又或者係夜闌人靜嗰陣，負面嘅信息又再飛入嚟困擾住佢。第三種，身體同情緒都同時被困。其實冇人係完美嘅，一生中總有高高低低。生命嘅破碎係幫助我哋堅強㗎。逆境嘅時候忍耐。孟子話：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。彩虹
總係出現喺風雨之後。每12年就有2年，每1年就有2個月。墓庫係會喺填實或者係沖實嗰陣打開嘅。填實係代表大運流年流月同宮位嘅生肖相同，沖實係代表大運流年流月同宮位嘅生肖相沖。特朗普嘅命盤喺2024年嘅壬辰年，因為同巽四宮嘅辰字嘅生肖相同而填實啦，所以墓庫喺2024年就打開啦。特朗普嘅命盤將喺2030年嘅庚戌年，因為同巽四宮嘅辰字嘅生肖相沖而沖實啦，所以巽四宮嘅墓庫喺2030年又將再度被打開。但係如果我想快啲走出墓庫，可唔可以啊？可以，首先就係要將墓庫嘅宮位打掃乾淨，然後就喺宮位嗰度做嘢啦。請注意，喺出墓之前係必須要將奇門4害嘅3害化解咗先，就係奇刑門逼同埋凶亡。化解咗之後先至可以做出墓嘅工作。以下我會講出最簡單嘅2種出墓方法。第一種方法就係用生肖沖開墓庫。喺巽四宮裏面嘅辰方位，喺晚上8點鐘放一隻狗，以失沖神沖開墓庫。喺乾六宮裏面嘅戌方位，喺早上8點鐘放一條龍，以神沖戌沖開墓庫。喺艮八宮裏面嘅丑方位，喺下午2點放一隻羊，以未沖丑沖開墓庫。喺坤二宮裏面嘅未方位，喺早上2點鐘放一隻牛，以丑沖未沖開墓庫。第二種方法就係喺入墓庫嘅宮位放一個小墓碑，放4日後就打爛佢，掉咗佢。墓碑就放喺巽四宮裏面嘅辰方位，喺上午嘅8點鐘放，喺4日後嘅晚上8點打爛個墓碑，掉咗佢。墓碑就放喺乾六宮裏面嘅戌方位，喺下午嘅8點鐘放，喺4日後嘅早上8點鐘打爛個墓碑，掉咗佢。墓碑就放喺艮八宮裏面嘅丑方位，喺早上嘅2點鐘放，喺4日後嘅下午2點鐘打爛個墓碑，掉咗佢。墓碑就放喺坤二宮裏面嘅未方位，喺下午嘅2點鐘放，喺4日後嘅上午2點鐘打爛個墓碑，掉咗佢。請注意，墓庫喺填實或者沖實嘅期間係會自然打開嘅，所以係唔需要做出墓嘅工作㗎。出墓庫嘅期間就係應期。咁應期究竟係應吉定係應凶呢？咁就要睇宮位裏面嘅參數啦。除咗要睇神星門嘅吉凶，仲要睇埋天盤干同地盤干嘅組合克應。當遇上流年反壬，即係流年同八字嘅年干年支天克地沖，又或者遇上流年伏壬，即係流年同八字嘅年干年支相同。喺反壬伏壬嘅流年，如果八字身弱係唔吉利㗎。如果墓庫宮位裏面嘅參數唔係咁好，又冇吉神相照，咁最好就係拜太歲啦。點樣起特朗普嘅奇門命盤，同埋奇刑門逼凶亡嘅化解，同埋今集點樣打開墓庫，都講晒啦。
好多謝你嘅收看，拜拜。